台湾今年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。台湾博物馆对明仔1月1开始就要办冠军之路展览，今日开幕，这总教练詹和区也有几内选手拢有到场。总统赖清德嘛有到场参加活动，同时嘛宣布讲500块纸票顶头的图样，要对少棒队改做12强的冠军队。甲金世纪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奖杯为箱仔摕出来，放到展览台顶。11月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得到冠军，这是台湾让32年，搁再进入成棒世界级赛事。这个冠军也真受台湾的民间关注。棒球的目前幕后工课拢成做热门的讨论话题。这帮大联盟等等单位也把这摆得到冠军的过程，自元旦开始，要伫台湾博物馆用展览来呈现。是说，我觉得这个荣耀应该要分享给大家，这已经不是棒球圈的事情了，这是台湾共同的这个记忆、共同的荣耀。所以我认为应该，不应该只是在棒球迷当中来看待这个冠军奖杯。每位球迷他们进博物馆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东西，而是每一位球员他们在场上所拼斗的精神，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非常有意义的。回顾2024年台湾运动圈有真侪大事代，亲像巴黎奥运，咱台湾代表队得到2金3铜的好成绩，帕运代表团也得到3块金牌、2块铜牌。到年底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，蔡其昌讲，毋但是棒球，全台湾拢真有公应感。总统赖清德也承诺，会甲台湾队放起哩台湾的货币。很多球迷会说，希望把500块，国小棒球队、冠军棒球队长大了，变成我们12强的冠军棒球队，我会让这个事情付诸实现。总统赖清德承诺，未来唔但推出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纪念碑，另外也打算甲目前纸票的500块进行改版。另外，蔡其昌讲，未来按算伫台湾各地也找适合的场地点出冠军的奖杯，甲应有分享给民众。记者郭连卓凯台北报道。